先生，29床，是他有点不舒服。他说他昨天晚上也有一点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？舒服。哪里不舒服啊？胸口不舒服是吧？出气出的音吧？还是可以把床摇高吧，他是应该是发心衰。坐起来会好一点啊。就是胸口不舒服，呼吸有問題吧？出气出的音吧？呼吸，你是有问题了。反正就是不舒服是吧？给他用点药。对，就高度心活素，然后那个他昨天肯定也有不舒服，但是昨天。他血压现在是104/55，是走还是继续走4？继续走4，我再去量一个，他可能还会降，我怕他先休克。啊，不，没事，您盖着啊，您盖着。哎，心活素先别配，老师。心活素先别配，他血压低了。万世姐29床，老年女性78岁，一个慢性心衰疾比较重的病人，然后突发一个胸闷气促，症状跟之前相同，但是程度加重，然后想先来看一下病人。我现在先给他抽了血，然后先给他搞支地高辛。29床这个阿姨病情变化非常的紧急，当时她的家属都不在身边。虽然说跟这个病人本人的交流不是很通畅，但是她发作的这个疾病的情况非常的典型，是我们常说的急性心衰。急性心衰呢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呼吸心跳骤停，导致死亡。所以说当时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和抢救。星期4下午抢救室过来的，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发作一次。今天晚上掉血压了，之前没夸过。今天可能要来一个。好一点了，血压也上来一点了。来，躺平了啊。好些了不？好些了啊。好些了。先走，别走了。现在在哪呢？这边。再量了啊，行。收工。现在好点了是吧？好了，散了吧。这就是昨天凌晨的，BNP 从3800降到正常了。你胸片还是这個樣子的。胸片還是有點感。對啊，你還有多發滲出的話，肯定這個利尿不夠的。這樣子的胸片，你看一下。我看了。你看到了，你昨天不另外加利尿劑？先利尿，上午推一支利尿劑，看今天白天小便出了多少，然後今天上左心夢蛋，100的糖水配1支，早24小時。